远看成林尽，似风不是风，画龙未成，但得一凤，恭喜恭喜呀！这不行，不能传。那还能传吗？你没听爷爷的意思吗？这还怎么传呢？大家守了这么久，到这就断了。哎，你们这一大家子还真有意思。大肚子老婆齐产，哎，靠前不对，靠后也不对。我跟你爷爷觉得呀，这要是传给女儿家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能不心疼吗？哎，就不传吧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经未有常事，取舍无定资。既然你这么纠结，我有一奇法，一招定乾坤。准备好了呀？我做不到。先生，东西你就留着吧。嗨，我的爹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若想金榜有提名，先生卜卦第1名。哎，姑娘留步，我看你神色郁郁，怕不是个好兆头啊。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看到了吗？准麻了。那您帮我看看，我能考上这所大学吗？这个恐怕考不上吧。不行，我必须要上。哎，能上，不能摇。哎呦，天哪！这怎么？对不起，辜负了你们的期望。呼叫532-647，听到请回答。532-647，听到请回答。啊！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呼叫532-647，532-647，请回答。落华夏，正义永传。呼叫532-647，请回答。532-647，收到。哟，瞧您这长枪短炮的，真是金玉临门，福星高照啊！先生，您说笑了。其实我呀，迷茫得很。之前做代购吧，我赔了个底儿掉，然后开火锅店我也给开砸了。现在学人家做短视频，我都快揭不开锅了呀。那你要算点什么呀？我还是想让先生呀，帮我看看下一个风口在哪儿。哎呀，这好办呐！福那啥斯那网上的都是我给算过的。现在少说也100亿身价，是吗？如果给你算成了，要点干股，不过分吧？来了吗？下一个500强就要开始了。
伟大的合伙人就要诞生了。哎，给你看看啊。哎呀，哟，您看这个好啊，花香四溢，蜜里调油。这分明就是针尖舔血，性命攸关呀！这能挣钱吗？哎，这个好，依山傍水，诗情画意。这能挣钱吗？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一头啊，就是这个数，漫山遍野都是金呀。但这个你得面朝天，背朝地，得与牛共枕。哎，不行，这不就是个养牛的吗？这个好，五谷轮回，生机勃勃。你这哪是什么风口呀？你分明在耍我呀，大哥！真是大象抓风，挑得很呢。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其实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我就是想靠我自己的努力，帮村子里的老百姓脱贫致富。喂，阿弟啊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把小猪仔都卖的了，乡亲们砸锅卖铁都支持你创业，带领我们脱贫，可好？一定涨。南橘北枳夜图寺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塞翁焉知安哪益？望君使足，万里齐呀！先生，我现在真的没有脸去面对那些乡亲父老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有位鲁谷先生说过，世间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。但你可曾想过，世间啊，本都是路，就因为走的人多了，才没了路呀。不如另辟蹊径，或可拨云见日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这玩意儿归你了，谢谢先生，谢谢。这下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你收录到第几集了？第8集了，师姐，很快呀，我们就能出版了。宝藏男孩，快递。我行。我没买快递。哎呀，师姐，别浪费呀，还没吃完呢。这是原生态的。哎，味儿就是不一样。谁是在逃公主呀？放这儿吧。不要西施外人，小哥哥无人敌。啊！我的坤坤，真是插袋里着火，着了魔。什么破坏？来活了。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可算等到你了。先生，之前我们在你这儿结拜，你还是替我解了。你自己解不就得了？你找我做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那时候说这手串嫌桃园结一枝精华，自行损毁，轻则厄运当头，重则世代悲苦。你怎么这？哎，给你解，给你解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先不说你解不解，我得先去解一下。师姐，你得帮我，我兜不住了。哎，你。
这怎么解？一天天净干些下三滥的事，把烂摊子都扔给我，解不了。若是真不能解，要我跟有辱师门的人有瓜葛，我愧对恩师啊！真是服了。抽吧。国王5，权杖2，圣杯7星年珠。若是要强行解除羁绊，守护的事物将会湮灭，不再被人看见。这怎么讲？要是强行解除，势必会影响这一门命脉，何必呢？我们这门技艺，可能现在喜欢的人不多了，他们急不择路，我又奈何？莫非你说的是男团昆蒂之好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可不就是他们吗？虚有其名，徒有其表。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个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繁衍草木，息雨落，预留千古，蔽日新。条条大路不都通罗马吗？形式那么重要。哎，这不说好。哎，刚这东西差点给你用了。哎，他们在你来之前早都来过了。哎，我的币呀！下次一定。一会儿等把币投一下。师姐，要开始了。一动这个季节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30功名陈与兔，30功名陈与兔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关得太久了？先生，给我算下一卦吧。啊，一卦20，要么投币，要么扫码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啊，你还找不找人了？哎，我的神啊！哎，你咋知道我要信任呢？啊？傻子都不知道你要信任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看不到这招牌吗？古往今来第一卦，左右逢源儿，金半仙。哎呀，长得很，长得很。哎，先生，我今儿出来的着急，没带钱，你看这个东西行不行？保重。现在不能给你了，你还没算准呢。八字呢？记不得。贴身之物的？呀，也没带。你啥都没有，你让我算个啥嘛？你知道我要费多大的功夫？先生，我赶时间，麻烦了。这东西给我放好了。哎，好，算好了，你可别耍赖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荥阳、咸阳、衡阳、汾阳、东西南北4个阳，发音不能走了样。哦，还是说，好，行无定踪，咫尺天涯。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位置？荥阳、咸阳、衡阳、汾阳、东西南北4个阳，发音不能走了样。鱼目混珠，难辨真假呀。糟了，来不及了。先生，这个东西就交给你了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怎么说？
山河重担，望莫言辞，靠你了。好小子，可让我找着！要是答应我追这么久，接着跑！赶紧的，快找东西！弟，不负所托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神经病吧？找了个投资人，明天要过来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着了魔了。大曹公主，快递。 30公里，尘与土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2度征伐，烟同雾。惜花残柳，无人爱。土鸡老狗自相逢，原来您就是老狗啊！原来已经是他们要找的土鸡啊！他们江山有幸，爱中我。卧罪成河，刘进章。谢先生。 哥，俺想问一下，3辆路在哪嘞？那儿左还是右？哎呀，你还是半仙嘞，话都说不明白。哎，我真……哎，上个厕所不让上是吧？你放心吧，钱我拿着了啊。路还走反了，知道了，挂了啊。说谁不会说话？疫情之下，注意配合防疫，扫码测温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疫情之下，配合防疫，注意安全。您放心，社区是我家，文明你我靠大家嘛。走。哎，来人了，来，先扫后算啊。怎么是你呀？先生，我这次来是想测测我的功德值涨了没有。我的教诲，你都照做了？哎呦，先生，您之前可不是拿这个测的，这能行吗？我这是高科技，一般人我都不往出拿，看你是老顾客我才拿出来的。来，凑过来。哎呦，你这怎么比上次还低呀？又重操旧业了？怎么会？不是，我只是想……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日行百善积义德，日作一恶百得落。盗人钱财这种事儿有损阴德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难道是我弥补的还不够？哎，从今克己应犹急，言语梅花具自心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没时间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帮我，你帮我把他物归原主。这是好事。哎，那你是干嘛？给你送医院。还真有这么傻的，你说这放在谁能不心动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哎，
可笑。先生，哎，你来的正巧，那憨憨刚走，这段时间可让我一顿找呀。托先生的福，本来想用自己的方式帮他积点德，没成想。哎呀，巍巍难行就照义，非攻见爱四海平，这都不重要，过去了。让我们师姐给孩子起个名，冲冲喜，啥都 OK 了。好吧，孩子爸爸贵姓？姓吴。哦，这名妙啊，这可是天下光明的好兆头啊！那就这么定了，名字想好，我这本书就开始出版。成嘞，毕先生，等我盘个好名字，就告知你。感谢感谢。好嘞，您慢走。好。我填满了。不能贴对称点啊！你不知道我是处女座吗？我们不是要来？职业素养还有没有？你贴成这样对得起客户吗？啊！嘿，干嘛呢？嘿，我抽你们！哎，啊！哎呀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啊！您这是招惹谁了呀？他给你搞成这样，要不是我来的，卑鄙呀！小人，不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把我的老宅搞成这个样，哪还敢有人要啊？什么？王叔，您要卖宅子？您这卖了，我这摊儿可找谁租去？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小金呐，你说我这老宅如果要是搞一个风水鉴定证书，是不是更好出手啊？哎，王叔，要不是我租您这地儿，镇着您家这风水，可能早都火急滔滔了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作孽呀！我费尽半生，就是为了能让他面试。可是他们为了让我妥协转让，将我逼得如此的境地呀！哎呀，您这是忠心报国，公难及，舍家忘死救群生啊！可是他们都想一家独大，肆意定价，啊！简直无视苍生，无视苍生。既然这样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能死啊！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您这可真是不为繁华所诱，不为名利所扰，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啊！惭愧，惭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大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贴。好的，完美。给我贴正了，歪的不斜，正的斜。是老板，是。听见了吧？这些东西往哪搬？哎，什么哎？3天前你们得叫我金总。那，快点。轻点，轻点。那我挂了啊。哎，我也要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毕先生问你的书名想好了没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
那就不如叫南面的金吧。